好来，继续要来提醒乡亲，手若摕过发票，一定要洗手，因为这个发票的面顶有含一种工业用的化学物双酚 A， 若是食落肚有着癌的风险。啊，毋若发票尔，所有用感热纸所做的，像这个自动提款机的明细单，像这个病院的挂号单，可能拢含双酚 A。若是摕的无洗手，佮摕物件来食，拢会影响健康。尤其是伫咧手澹澹，或者是过着油的状况下，佮去摸，释放出来的双酚 A 是会关出十倍。尤其是小朋友后摆大汉，会影响到生囝这方面的功能。 你等一下呢，就拿给哥哥，哥哥会找钱给你，你要说谢谢哦。妈妈教查囝家己摕钱去买物件，好棒，好。完成买物件的任务，小朋友笑眯眯，手一直摕这电子发票，这时若是无去洗手咧，就马上食死手啊！小心，安尼有可能把电子发票顶面的双酚 A 食入腹肚内。双酚 A 呢，主要是一种环境的一个荷尔蒙，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。那甚至有人呢，我比较担忧的是说，那会不会有致癌的一个风险啊？ 小儿科医师讲，让小朋友学晓买物件、付钱、摕发票，这是真好的生活教育。但是电子发票这类感热纸，伊是有双酚 A， 摕完发票无洗手就食物件，可能影响囡仔的发育。假设你的手是潮湿的，有碰到比较油腻的一个状况之下呢，或者是说去搓揉这个感热纸双酚 A 的释放会增加大概有10倍。 电子发票运用已经非常普及，医师提醒，只要手有去夹着发票，一定要记得用纱文洗手，把手洗好清气，才会当避免把双酚 A食入腹肚内。